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讲到苗栗县太湖乡的名产，当地人首先就会想到草莓。以下草莓的季节已经结束的，去太湖还做得购物的咧。我老讲做得去进温泉。以下嘅太湖有到一项特色名产，佢就是温泉，还个係所謂嘅美人湯。源頭係從太湖山來嘅太湖溫泉，其實係當到太湖人嘅童年記憶，一直到最近幾年，將本人正式開發出來，成為苗栗新嘅溫泉勝地。太湖鄉本來因為草莓嘅產業風光嘅20多年，不過當地嘅觀光休閒業者也開始想到，要為使得太湖嘅發展速度限制，故所開發當地溫泉資源，成為創造觀光效益嘅最好方法。到底太湖嘅溫泉有乜嘅魅力呢？記者車嘉玲、老陳志南帶你向下去了解。都同解水，老經常解燒氣，燒落到解溫餐，當然都當好景。在台灣是廣東苗栗嘅溫餐，一般是會想到台灣嘅溫水溫餐，但冇想到就在隔壁幾公里嘅位置，這就是家長發展起到嘅太湖溫餐。虽然太湖鄉觀光發展到東好，除了路東大條嘅推三線，還有72線快速道路。海本來到里會嘅人都東里片，日本太湖佔領交通優勢。四季都東適合來里會入了嘅太湖，在大家都啲嘅觀光草莓3日。2020年，呢下嘅太湖就開始用天然嘅美人湯溫餐，嗰一擺嘅下嚟全國嘅注意。然後來自台灣山下嘅太湖溫餐，對東東人來講都很係東生活。這次因為草莓東入名嘅太湖，過去唔是用溫餐做宣傳，做得變身溫餐身體提供本哈拿島嘅人客，兩日復復燒落落嘅溫餐，都係兩兩年展開始嘅。該太湖嘅溫餐係用版出現嘅呢。細漢嘅時節啦，都將都發佈時啊呢，事實呢。就吃到安尼替代無安尼少少嘅少水，他講嘢一兩生命來都吃到講有安尼溫泉啦，有探看價位，就講差唔多有2-3年以後，果真起來啦，如果熱出來熱到有溫泉。因為此時就地入溫餐，日本從事草莓批發嘅發展窗，挑日嚟開發太湖溫餐嘅理想。今年東島擺對網變入，就會希望家鄉有哈拿島觀光資源，下來哈拿島嘅人。看嚟呢度燒落落嘅天然溫餐，機動風險嘅講，呢度溫餐其實冇乜嘅，熱水成分當好嘅碳酸氫鈉餐，也就係超級美人溫餐，正係太湖溫餐最相應嘅位數。一般個人發出來係美人湯，美人湯其中也都泡起來呢，當挖嚟。那個河洛話講骨足骨的呀，客家話人就講當挖啦，哎呀確實就當挖，挖唔挖啦？好，有一個碳酸氫鈉的根，但是做得用機器去探測的，日本人氫鈉泡嘅碳酸氫鈉泉，所以佢對碳酸氫鈉有特別的一個研究就講。假如所謂講 ppm 嘛，嚇，佢係講1公升裡都有超過800，佢就日本人就講，哇呢碳酸氫鈉泉一盒，太湖挖出來總下都1200咩，像一片嘛1200人，佢800日本人佢就講，哦有人都魚湯啊，魚湯就講黃體泡嘅湯啊，有800都當挖嚟啊。
透过温餐嘅物理特性，用热土促进生长，本血液循环下好，排出体内唔好嘅东西，本皮肤变好。也近年来进温餐当时下，也将每年温餐下嚟当到好进温餐嘅人，直接都会来到呢位。不过可能也有当到嘅人为想，你下各地温餐资源冇到咧，台府嘅温餐料，咁就哪本按到嘅人来节目。成都以前相对嚟讲，也有专家讲啊，水量都当问题，全部都用储泉，唔是用莫大储诶。一般传统像泰安地都会给到1300-400公尺都有，那台府所有挖出来总还有1000两米张油哦。我相对个水质当问题，嗰就强。只为将替代浸土开发。餐水自然嘅爆出来，台府温餐里下当日嘅出水量有1800吨。本台府推3线轨路温餐里干，农场、村塔越来越多，各种主题嘅温餐、冷餐，因素太自然环境嘅设计，包含除了做出来嘅温餐区，露天台中18区，其每非公区两道都因为安用慢慢变多嘞。这里的汤蛮优质的，泡起来很滑质的这样子，蛮好的，温度也蛮适中。有的汤太热了，这边还可以。呢位嘅温泉哦，我全省所有嘅温泉我都照去泡，泡嘅以後我感覺呢位嘅温泉哦，佢冇回收，水量又大，洗起來當爽快，你本來面色暗沉沉的你就泡了以後面都金金，湖板面慢慢嚟都會冇踢當滑當洗好當舒服你講有慢性病嘅人泡了以後腳骨行血，較行血，身體慢慢嚟都較好。因为受到游客高度认同，台府温餐渐渐打出名声。孙坡界西上客家族，底下唔但请做得杂草妹，就因为大家都懂从事用生老休闲，天然温餐嘅开发，喺那本台府广告就懂大家转变。以前嚟做吃婆就一日游嘅多啦也因为温泉事业开始以后，温泉大家人都有。各式各样的温泉民宿啦、温泉饭店啦、温泉山庄黑熟的房间越多咧，鱼帮水，水帮鱼咩，来摘吃婆顺沙泡温泉，来泡温泉顺沙有摘吃婆的转机，也相信不久的未来也台府会发展出一个广有特色的草莓温泉的故乡啦。然後來台府觀光吃熟嘅，我安排講，一年四季就有一個套裝行程，就講來就安排去摘水果，乜個時間就讓觀賞乜個水果。另外咧，遊客在呢位歇日，做得摘果子，又做得享受晚餐，正經係日減兩股。前面因為晚餐嘅開發，開始本台府觀光很難有名。不過晚餐雖然動賺，不過在天然自然常常冇太介厲害。經過嘅替代晚餐才使用之後，很做得對地方提升很難多麼。我按照我哋都推動溫泉水也都美人湯嚟種溫泉草莓。都美人湯草莓種出來草莓味道也就出咗無窮樣，當有味道。我希望喺呢邊有溫泉的水流出來，多出來資源，可以來做像溫泉蔬菜，像宜蘭礁溪溫泉空心菜、番茄，也係茭白水。老整個身體嘅正規晚餐，我婦人嗰邊轉本港中做得使用。
除了自用草莓老青菜，田收地方提升高改良，同时也做到环保回收，唔打伤天然资源。本身挑架一架就会互美术设计，所以掠贵只从因澳洲的发展，在全台湾来讲是亲咱友的温泉设计。按用因按这样的位数，在台府你就得看到。讲究包装嘅食材上边观光，当然也会包装。2年展开世界台府晚餐，除了5-6件已经新的嘅晚餐业者，也在空调发展风格，华南府选界设计。无论是白色希腊风格，就系传统嘅水果，你是天然，都本景爆出来嘅天然晚餐，表达出嘅珍贵嘅意义。天然每年晚餐采3度富顺，感受市尾3个树岛老好空气，就钓我脚如将将嘅法，当场采冇小理嘅世界。3度前晚餐嘅体验就系按上日，按样嘅前晚餐方式，唔单场采苗栗台府，采全台湾都东少看得到。台府就为天然晚餐出现，增加了受欢迎嘅休闲活动。还有当体验本就有嘅兔儿、梨儿，从每掠到果子，也只观光经验先讲当年嘅客家族，就在结合自然人文风情，改摆为自家行出一条路幕，绝对值得大家期待。台府温泉係屬於碳酸鉛鈉泉，也就係一般人所講嘅美人湯。喺日本，碳酸鉛鈉含量超過800 ppm 嘅，就本講做係二湯，意思就係天房淨嘅温泉。韓國台府温泉嘅等級比天房淨嘅温泉還較高，故所當地嘅觀光業者當看好價嘅發展潛力。客家莊發展觀光已經當多年咧，像喺台府一樣用草莓成功打響名聲嘅鄉鎮，其實也係需要轉型個求新求變，創造的永續經營。可能有人會講，台府鄉有特殊嘅自然資源，對發展觀光當有利。不過當地人好好嘅利用和個保存一道珍貴嘅資源，就係佢哋成功嘅主要原因。下一擺去到台府，除咗享受好食嘅水果之外，莫唔記得去親近珍貴嘅美人湯哦。Massacre in Virginia Tech. What lessons have we learned? First,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 DPP. What opportunities can Jiaoxi create? 我所代表的是台湾中華民國。這次結束嘅主義，佢就係佢嘅參考會為做為老本家，為大本大家，從運動外全面發展。下禮拜5下午到10點，請準時收聽客家 Windows 國際客衝。係，親愛嘅朋友注意咯，我講兩邊大泡沫嘅新台幣，500元撈2000元嘅機票，製作嘅呢棟樓96年7月31日為止哦。有2種票價本機票嘅朋友，請家家到高鐵金融機關兌換哦。記得咯，8月初1日後，製作得到高鐵嘅頭一班銀行兌換哦。中融銀行提醒你。3年嘅1年到2年，然而雜數嘅季節，了解人係容易冇限期。空空嘅熱推，根本就冇人下嘅前天，未來係用不到提貨。這邊真是很唔容易咧，因為我記得3點唔同，一樣同一年啫。武漢山藥嘅發達，為苗栗南莊帶來無限商機。如果按你嘅發現，咁先見你所有南莊人。專業嘅新聞團隨本看到豐富嘅客家。禮拜3下午頭10點，客家新聞雜誌。台
台湾希望行人嘅祖先大體都係來自同一個地方，佢就係中國嘅廣東省。廣東做嚟講係客家人嘅大本營，以下入邊係有大約2100萬三客家人，做嚟講係規則台灣嘅總人口。大部分嘅廣東行人以下係高等親傳統嘅生活，以及大家族鄉下喺度為兩目地度，手炒起火煮飯，學雞嘅學豬嘅自家做來食。一度見上啲台灣嘅客家莊做嚟講完全看唔到。今日客家新聞雜誌嘅鏡頭就係帶人深入廣東，入到為兩目地度來看看原鄉客家人嘅樣嘅。另外，人哋還帶人去走亮，去看一場起火家族嘅萬人祭祖大典。幾位五天衝山過。屁股又食大貪又多，說本錢你做好事哦，實在茶又捱過多。但是呢隻嘅阿婆當要理解上過長齡客家山歌，分享喺呢度來。這係每人最有代表性嘅威廉府最後文公祠。本公司係啲明朝起嘅，已經有500多年嘅歷史咧，係一個應付老宗祠結合嘅建築。對我嘅通福係全福嘅核心，咪係祭祖儀式來呈現下嘅素材。把紅王府係讀通福嘅兩片，主車主隊，係為三重復興嘅威武，讓我從重量降到長橋，老夫面前扮染型嘅壁通，本鬼草嘅建築外形變做土染型。威廉府面前嘅扮染型壁通，喺重啟小橋嘅客家山村，是係豐富嘅最好法寶，係有蓄水、蓄雨、流風旱嘅功能。冬日嘅熱天，能風吹個壁通蛋糕，係就喺本府內帶來涼爽嘅水氣。另外，喺通府老威府之間，係有一隻扮染型嘅花台，係威廉府重要嘅體力。呢片沙係威廉府嘅最後嘅一隻孔家個，呢隻孔家看起來像係山裏嘅煙囪。呢片沙按就係花台，花台咧東岸呢就咧看得到，佢係弄起來嘅一隻素材哦，象徵係富人家嘅都市。呢花台呢係要當到嘅石鼓結算嘅石鼓熱島，都代表嘅呢字數為熱島。而花台嘅咧頭前係對東岸嘅素材，還有一隻龍船八公，龍船八公係幹現代嘅一隻書名。有啲人家新舊啊，長頭啊，你來哦，你們呢就第年呢就來拜祭嘅係。啊！你到文家招生貴子，啊，求龍神八公。我人啊，建築工啊，點唔落見啊，十分等於有幾多咯？幾多模樣啊？幾多個人考慮建築工啊？可能空落落嘅威廉府，東南上嘅到阿婆講嘅公園鬧熱嘅情形。以前啊，佢哋拜作實拜，4年你睇你國人嘅解放國人社會，手橋手煤氣手炭手幾件是手嘅天飯煲飯有使用，有水幾多模樣，按多年下來就開兩開3幾日咯。看到東西出相當人，阿婆生養出種大病子孫嘅心情，完全表現出來。唔係當講嘅天火下，老人家背姑姑嘅信仰，肯係顯示出故事嘅容貌。日青貼領嘅烏鴉，咪貼領大人應該顯然清清。不過大部分嘅威廉府差唔多都強弱，是用嚟老人家老成人啊。但係呢個居民就有機會都想愛出眾去發展，原因係現在呢塊當為提起大病，原因係將地都嘅維護拆拆，起個2-3層樓使用式嘅符格。隨着現代化嘅建築呢個發展啊，呢度起嘅東西就外本高速公路啊，現代化嘅工廠所代替，哎呀一正常。不過一種老建築現在它就還是很多。隨住維罕東道。威廉府本一帶冇特色，實象徵現代化嘅建築慢慢嘅退離咧。到老中國呢一下，當然都自己大規模小式嘅古蹟強弱。
月光光，秀才郎骑拍马过莲塘，莲塘杯中叫菜，叫菜忙开花来对亲家，亲家面前一口糖鸡马上乱不出场，长鸡撩来食，短雞撩來討姑娘。阿婆嘅月光光通上落推翻版本有啲嘅冇強弱，不過上次嘅內容還係冇到大家哈哈大笑。呢位係廣東嘅南圍住咗客家總頭，風順人嘅健巧會。喺你哋翻嘅時候嘅地圖呢，最近要中東古不開風情哦。一健巧會最近有600多年嘅歷史咧，咁個專為呢一片係慢住開發，所以呢一片係保留嚟東灣郡東燕時嘅一隻客家故鄉嘅面貌。呢一位係住咗東太嘅屋，將地太繞住平方公里，呢份人全部相中。因最多嘅時間有2000人沙，風雲四向還有富山河，東西南北各有住咗山門。因為我哋14股啊，朝方當官，將來將盡做兩個四太上門。一個上門裡面嘅鐵構呢，就挨人，挨到班人啊，內就房。本來唔建議這方案當看就冇好看嘅，只係建橋等於。從此面前故意派嘅殺氣棍，被建築內了咗加速風水嘅歷史。出的是隻朝官，就是一條米缸。哦。這鼓勵下一代人要努力讀書的時候，要發揚這種精神。如佢通風式嘅價格，地上對到有限嘅散鋪。冇話到幾多係咪個變中介，也係認為唯獨嘅加速動作，唯獨分片，大部分人都啲自家要嘅挑上先好做幾好。過去幾下10件上入，炒飯鋪啊、飲食店啊、鹹茶吧都有嘅。現現在都冇啦，人家細個期開始交通運輸都方便到幾啦，然就冇。所以條白你唔是出去都有好事啦呀？唔是出去有好事嘅。這條都市透到田內嘅豬個，踩個啲嘅山坡，毛拍嘅老阿婆，東啲江水打水。這個風景家啲紅嘅地圖，來去開冷水。唯獨嘅生法看起來有限食材，不過也抗冷偏窮帶來嘅無奈何。越凍風色嘅奶fru就係5間人半夜5期嘅容額。嗰個講靚老古書頭嘅故事，好多嘅人對呢兩啲類似推翻嘅客家人，輕風嘅拜訪，唔單止唔為唔放人，顛倒係熱情嘅老呢大嘴鼓。除咗好奇之外，客家多嘅係強壯係客家人嘅親切。兩日係參名，未係廣東省較量，趨勢加速自主嘅體育嘅。老推翻冇乜強做，較量嘅客家人自主從係拍好事，有股全行挑戰，打死嘅未地地度怒，為咗自主隨五衝2公里，冉冉創造的感受為到熬夜嘅氣氛。雖然天公路冷水，不過趨勢加速自主，大家還可以當熱情。前面2日全較量小趨勢加速自主，認為的中國前面係唔兩意嘅，所以趨勢中情全部係強加進來。將聲音越紅嘅擺出來，無論係擺嘅方式也係製作夠長，都係越好門嘅。除了要高額高質量料，還要貴條嘅豬腦肉。不過水體比較足係，呢度嘅雞尾鴨尾要計起上嘅，都是很向高數。喺當時咧，我哋呢其實咧有隻嘅按到chicken
當時喺朝田鄉做官，人呢帶咗一個衣櫥嚟，轉來搞我哋種錢去做啊紙片咧，佢就按照朝田鄉啊買開滿全式按樣去做嘅。儀表正常，不會上交。朱經英突然加速向羅祖公行跪拜台禮，祈求羅祖公庇佑加速幸福。其實會記住體育世界談片館係演唱萬人煙，兩所風水係啲談片館試踢過後，800年就起界，到了下已經有500年嘅歷史咧。風水地圖有3所必殺，就屬偏解出係公台談片館，東岸嘅係談片館嘅本用坡台天台之音，特別嘅係正屬偏還有一張為坡台法相六台之音。外婆係10幾年來就印度來做外婆嘅，當時就已經就有。中呀，我哋做工嘅是吧？當時來先到風水嚟，就話看到有一些天海啊，無人掛哨，古老太人用。我哋做工順工太人太地，把安裝嘅時候就搞得係嘢，就一下掛哨。客家人介紹，窗條就是介做坡或貼片數到準處，就算輕就係坡台。喺中國一條客家莊未肯保留嚟按樣介紹。你咪發現，兩位嘅客家人自組之前，冇先拜天公老伯公。風水面前嘅向落，肯定係對到盤盤。一般咪就50錢，用外地種錢啊，就講時在內種錢用，嘅火上火見到刮咗人，那帶出去，表示我哋做工庇佑啊，各方面啊。啲風水嘅南外一片，貴圈人企喺樹下，仲以那嚟樹推個企到樹頂，將樹枝都拗嚟下來。冬天人講兩岸就係雜槍。這兩天冇該樹呀？我哋喺白樹啊，就是白樹成樹咯，樹連長哦。2竹用，3竹用。兩個人識紅白連住推人人氣，樹紅係哪嚟去手機？哪會出去翕自主嘅場面？佢來自台灣南投嘅紫台郡，也係佢提出擺來到中國影響參加自主台典。去年啊，出現個機會啊，先上嚟看下，就看到啲個風水嚇，潛到啲一個樹白嚇，就帶我嚟看。今日看到嚇，兩人按到場面按太然後，我實在是感動。台灣和中國雖然會堅持民族隔離，實用班尾嘅暗團，了解協白情情。兩岸客家人注重文化冇強弱，生活風水冇強弱。不過就快在出數字嘅客家話，讓批出來權力大家嘅企理。廣東係大部分台灣客家人嘅影響，第二位你欣賞到咧客家威廉府嘅建築之美，咪看到客家人傳統嘅生活融合。過嚟風水教，你感受到咧最真實嘅感動。一位客家電視台嘅記者去到為廣東省嘅梅縣、惠州、周良、豐順、海豐也記者主要嘅客家鄉鎮，也顯示嚟各地無同樣嘅客家鄉親。雖然講兩岸嘅客家人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都因為年長年久，使變到當無同樣。不過只要一開口，談到嘅都係熟悉嘅客家話，溝通冇問題，人也特別親嘅。另外，人哋也看到來自台灣嘅客家人，第一擺轉到原鄉去居住，這種激動嘅心情，就得看出熱情嘅親情係兩班也切唔同嘅。一擺嘅廣東客家原鄉之旅，喺暗頭7點嘅暗夜客家新聞當中，沙定2個禮拜也會有相關嘅報道。想我到了嘅廣東嘅客家人老客家事務，請準時收看。汤面麻烦。B R 的可是东坡西周啊，东坡西来周啊。你多歲個塊是幾大？16歲。會做邊呀？對。OK，我是周呀。在屯下去啊，準備吐水了啊。18歲今年的周火鍋誒，火鍋店誒，然後都。
今年那拉片。他搞起婚宴的咯，都要几个？对，4點半開始。4點半開始，做到幾多點？做到差唔多10點。10點，婚宴你幾點？所以講營業最多係做幾多外面？3個啊？冇數過，嗰年行路都見住，都差不多下班啦。為大家做了。在經濟環境好，也不能吃一輩子，對吧？找到自己想辦法賺。你爸爸揾錢要嗎？難嗎？那這個生態有比較實在啊。那這個可以減的，然後差不多的時間的，我慢慢這個存錢啊，你啊，這樣看存錢，然後慢慢看，我做慢了再修。那边做了奶茶叶呢？阿爸答應你哈，下擺阿爸出門哈。阿爸一定會賺更多的錢，買更多的甜甜圈，本意是好嗎？差不多。成法从伫树头木竹之间咯，客家天师鼓励对养生有兴趣的人，无本出拳，无限主题，老爷感通接下来，向下来参加客家天师第3就是大喜路纪录片的真爱法通，详细嘅内容请上客家天师网站 www.客家 tv.org.tw。苗栗县石潭乡是一个淳朴的客家农村，位所系伫明德水库水头的湿水保护区，故所保有丰富高原始的自然生态。当地也积极的维护也有珍贵的生态资源，故所有人推动防排污污，有人观察记录猫头雕，还有人成立了一间淡水鱼博物馆。从今年开始，也为很多为一间全国唯一一间的森林大学。一间森林大学位在白树村，是一个天主教神父创办的。佢因为石潭乡山上就有嘅自然环境，就是偏偏嘅教室，韩国当地嘅工作人老人家就是最好嘅欣赏。无课本、无铁天嘅教室，韩国自由学习是一间森林大学嘅特色。今日节目嘅最后一个单元，记者张飞仪、老齐伟文就带人去森林大学上课。他就在睡觉，他在睡觉。对，准备脱皮啊，准备脱皮。还有，我看这个士林蝉，那个蚕宝宝，它的天敌很多。天敌有哪些？小朋友啊？蚂蚁。就知道蚂蚁。虽然沙沙北京博主经验正行等农村主人图前面收集产物嘅生态，环境高等合备地度嘅产物，也为系苗栗县石潭乡白树森林大学嘅其中一节课。池的不能在这边冰，不能在这边。这是几月几号冰到现在？冷藏到现在几号？哦，今天几号了？4月，就将近1个月吧。对呀，啊，它还活的啊，它还活的啊，所以说这个母的出来再给它配。但是有时候一只雄了
可以去配几只母的，3只母的，可以这样配哦。配的时间多久？3个小时。老公鸭嘅变到人仓库做得增加数量。涂前面讲，按用做得来从鸭嘅交配时间增加产量。讲体育中，涂前面还要帮小朋友亲身体验传统手工打蚕丝皮屁股嘅技巧。它有这个那么韧性，两边都要打，拉一拉有没有比较漂亮？有，变长了。等一下还可以变到6乘7那么宽。原本一片像做布太细嘅蚕丝，见来见发，小朋友傻傻搞到动听，一下就捞蚕丝来到一种双人屁股嘅态势。教我们拉蚕丝被啊，然后蚕丝被真的就是烧，然后它也不会。就是不会不会烫烫的，然后打火机一走开，那它也不会直接燃烧。涂北北曾经养过做这个平面剪，3天3夜没睡过觉，还有常常睡在地上，晚上做到半夜受不了，头就是空的。所以说，大家小朋友做一件事情绝对要很有耐心，一定要吃苦耐劳。才能够把一件事完成，不然的话，会做到半途而废掉，是不是？60岁嘅涂前面有产名有20年，做地讲系蚕丝专家。巴蜀森林大学开学1千先生，第一个就上到佢。港中人冇一半日美國頭卡出頭啦，全部我開出去。開始一樣都批結做咗本來就是啦。哦，我都批結嚟食。批結人港中人嚟做得咯。哦。要做些要冇水包做唔得，因為調康。哦，一調康。哦。 98歲嘅魏先才係森林大學嘅歷史先生，係斯坦鄉巴蜀村青松樹嘅人，經歷過清朝、日本時代、台灣光復3個時代背景嘅阿公，佢嘅生命經驗就係一部當好嘅歷史教材。頭擺啊，我哋冇讀書啊，情況一樣上啊，中共自己讀唔行，讀嘅行咯，卡苦嘅，人邊咩我邊未錯。哦，卡苦嘅。頭擺。 你唔是時時吹過啊？搞到就生意做嘛嘅冇數數從出書我嚇認真嚟位係嘛啊？我嚇長先生講嘅位係嘛？我將土壤有數係咪太陽做嘅新年係嘛？冇讀過書嘅阿公，忙是想到自家咪做得做先生，看到一群新人嘅來脾氣，阿公非常嘅歡喜，咪證明嘅自家雖然老嘅，還做得貢獻自家嘅心力。聽阿公。 讲事情，讲古，听到了什么？听阿公讲什么？被人欺负，我们就原谅他们，就这样。那下一次如果还有这个课程，你要不要来？好啊。弄人家青島指揮哈，指揮佢雖然冇讀書，我佢一生嘅經驗哈，做人嘅精神哈，即傳給新人嚟哈，就比。 讀較多書吼，知識上咧佫較重要啦。所以新人來看阿公阿婆，如果帶動阿公阿婆對生命的那種意義哈，承傳的意義，所以這就挺重要。巴蜀森林大學嘅創辦人彭一凡係天主教會嘅神父，呢日嘅學校唔單止安排生態保育專家，江蘇人也係地方項有經驗嘅老師來教課，未提供小學生到老人家都做得強下參加嘅學習天地。 強調太自然尊先生冇課本自由學習，因為森林大學一個，它沒有限制，像以前我們在大學裡限制，老師都有博士學位，可是真正有能力改變生命、改變社會的人，很多都沒有學歷，可是他們真的有生命的經驗、生命的智慧，所以我們說，農場主人很多都是只有國小畢業，所以他們能夠開創一個在地的生命力，這是森林大學要的，說，這個才是生命的。 真正的那個原動力。巴蜀森林大學今年3月正式開課，課程但是開發家庭教育，增加親子互動。因為學校地度嘅學生嘅部分係啲冇完整嘅家庭來嘅，彭一凡希望所定家庭學校嘅課程，聽屬也群新人嘅。
唔是讲那个破多啊，係咪？乜個讀書？那做咩嚟啊？你按做咩嚟就可以做嘅啊？張鋪後尾咧，咁從用沙定行愛路邊搜索，因而愛做其下空條路。來因為方案去草館呢，本用單獨片隨動年重風，第二開始照顧山的水內嘅基因。可是辛苦是辛苦哦，可是頭年嚟做哦，做到，可是冇一度是喊得表態了哦。條南無碰拍，已經七十人設計機，不卡伊瑪莎嘅事情就係佢自家做。但因無限汽車，其實才無垂跳來到山嘅船呢。也下山嘅船呢都參加嘅白樹森林大學嘅親子小組班，佢嘅負擔咁強重多。唔做埋一本記掉去哪？有個佢要帶佢去學位的位，因為唔係嘛。關懷一些比較弱勢的家庭狀況出狀況的哈，所以我們也是讓一些有家庭有狀況過得不好的人來當我們成員，那包括孩子哈到老人家，好，所以這怎麼去幫助他們生命的重生？這個個人不止個人重生，整個家庭的重生。彭一凡希望白樹森林大學唔但搶做得帶動大家，認識家鄉嘅生態景觀提防提示，也做得設計類天數，只有天數嘅家庭。阿布頭群嚟到城內，未躺嚟到創藝基金館，大家為等天內強化倉田工業會行較好。彭一凡講，也係日地學生嘅大白上課天操愛創嘅歌，也同課按照成空下嘅生命交談。咁從用阿公帶定兩個孫女來參加，但是媽媽趙先兒也帶定三個先人嘅來留大家強下唱歌，分享新冠度嘅想法。趙先人未係森林大學寫作班嘅職工，加上主動關心辦方嘅先人嘅，希望佢哋行為唔跌倒，讓佢哋行岔路。我就是教小朋友寫字，他們很多都不太會寫嘛，教他們寫啊，看看幫忙這樣子而已啦。因為就是沒有父母在旁邊啊，不然新聞都走差了，對啊，所以說只能說我們在這裡有盡自己能力哈，去陪他們了。森林大學目前現在說從我們家庭婚姻是我們最重要，因為我們看到一些孩子出狀況，婚姻出狀況，影響到整個家庭、整個下一代的教育，這是我們最重要的課程。啲發爺爺嘅書幕下，有河把樹重重，未躺喺度防隨樹葉掃管嘅聲，用啲書邊嘅間房轉出來嘅書牌，係作為一種雕蟲。按刺眼嘅環境，就會下晝版嘅教室。就是在外面寫作啊，跟一般在那個教室裡面寫作，你會比較喜歡哪一種？外面寫。為什麼？我寫這喜歡因為建築裡面都五顏六色，這外面只有綠色跟有點淡藍色，所以會寫起來比較輕鬆。那你有沒有學到些什麼呢？有啊。比如說呢？比如說可以，就是不會像井底之蛙一樣，可以看看外面的大自然。山那度空下海水順，那就係白樹森林大學嘅教室，加點大自然嘅力量，身心變強壯，再講利用寫作寫出內心嘅壓力。普通寫作可以把你的生命的甘苦、苦悶寫出來。所以我們都以寫作先開始，所以我們也希望，如果住在都會區的，或身邊碰到一些狀況的，他可以進到這個地方，先借這個那麼好的大自然環境，尤其在山林間、星空下、溪水旁，他可以就感受到這個，他可以起碼一些釋放。白樹森林大學做啲講係國內盲食有嘅，本但當天見面未用義父嘅態度，因為彭一凡係啲講田權。唔過彭一凡係喺前度感染皮電機來完成夢想嘅人，
陈爸爸涂前面，98岁嘅阿公，还有子公周先人，总算本亚嘅森林太好，顺利开学诶。森林大学就是其实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很多这个我们生活当中没有学到的，那说不定我们在森林大学里面可以得到一些我们一般生活当中学不到的东西。史泰乡为苗栗县嘅体力中心，同时也系面对水库水头嘅水源保护区，有丰富嘅自然生态，一旦人就将其喊做苗栗嘅后花园。也咩系彭一凡先到亚洲嘅设立柏树森林大学嘅原因。冇固定嘅教室，太自然就会请学嘅教材。来参加课程嘅大三人系学生嘅，咩系先生。柏树森林大学以为采天然嘅大兵，我重新建立起人老太自然互动嘅价值观，用关怀本朴实嘅家庭，感受到爱老温暖。柏树森林大学今年1月份展开学，初期系结合采体嘅力量，邀请港中人、老人家也系采体居民来上课，本学生嘅来认识地方嘅人文、老自然风貌。未来佢哋还安上一请语文人士，也系退休嘅先生来教其他嘅专业课程，像系台湾文学、老外国语文一道。部分年龄无论学历，都做得来做森林大学嘅学生嘅。创办人彭一凡还有一张梦想，就係10年之後學校做得正式立案辦樹學位。當然，要實現一張夢想，還有當場嘅一段路要行，也需要很多人嘅支持。以上就係一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感謝大家收看。個禮拜提醒，除咗在禮拜3暗頭10點喺客家電視台嘅首播之外，拜4到拜6嘅下晝2點分別會有100嘅重播。另外，拜6凌晨頭6點，第13台嘅公共電視也會有重播，請唔好錯過嘅。也請下一個禮拜同一個時間收看客家新聞插枝。希望大家按時再會。